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阿 Sam，我將會直接講1月14號跑馬地9場賽事全預測，最後仲有終極作戰表篩出嚟嘅重點。注意馬，我哋用電腦計價，睇下邊啲錯，價值博馬。賠率計價日係1月13日22時18分。記得訂閱頻道。係開始之前，照例先講一講頻道聲明先。第一場，第1名10號幸運傳承，抽得黃金3檔，配上布文執群，喺5班賽事中屬降維打擊，市場賠率顯著被低估，最具值博率。第2名4號快樂寶寶，雖然排9檔原應扣分，但由潘頓策騎觸發高手豁免權，係唯一能憑騎功克服外檔嘅馬匹。第3名8號東方魅影，實力雖非超級，但谷草1200米一檔優勢巨大，只要出閘順利，貼欄慳位已有入圍資格。第4名1號獵寶勤，市場賠率頗熱，但排11檔且非頂級騎師壓陣，克服外檔難度極高，值博率偏低，預測跟1481。第2場第1名6號平海之星，抽到一檔天座，谷草1650米，起步後即入彎，保證全程走內碟慳位，存在明顯錯價。第2名5號活力精神，潘頓騎外檔馬11檔，長途賽事對步速拿捏極準，極大機會喺早段切入或中段發力變奏。第3名2號榮利雙收，班德禮騎呢類均速馬非常穩健，6檔進可攻退可守，係標準嘅三甲材料。第4名1號張怡，評級一般，雖然配備布文，但檔位中等，主要作為保險配腳。預測啦，6521。第3場第1名2號保成志好中意你，減磅負2磅，加上一檔前速銳利，極大機會一放到底，系統建議作為鐵膽。第2名3號機不可失，何澤堯係谷草之王，3檔讓佢可以靈活選擇跟前或留後，同首選馬實力接近。第3名1號幸運星球，檔位中規中矩，實力係4班屬中游，適合作為配腳。第4名5號比特星，雖然係潘頓坐騎，但10檔喺短途賽事極其不利，加上賠率冇太大水位，預測2315。第4場第1名3號本領非凡，何澤堯加2檔，近績穩定，且今場形勢夢幻，預計能守喺黃金包廂位，博薛重心之選。第2名6號康昌之星，雖然排9檔，但霍宏星近期表現積極，馬匹評分有利，落入4班即有競爭力。第3名2號大千氣象，布文執棍觸發外檔豁免，馬匹後勁強橫，若步速夠快，可從後趕上。第4名1號香港神區，外檔且實力未見突出，主要依靠輕磅優勢爭取一席。預測幾3，621。第5場第1名6號勁沙塵，近績連勝，狀態巔峰，潘頓執權且排3檔，所有數據指標皆為全場第一，穩賺期望值全日重心。第2名10號超加加，騎師輕磅118磅排4檔，係挑戰大熱門嘅最佳騎兵，形勢有利。第3名2號馬紐，評分已降至有利水平，但9檔稍差，需視乎臨場際遇。第4名1號彭才，何澤堯策騎，但路程適性一般，作為冷腳看待。預測6021。第6場第1名7號駿馬之寶，3檔起步只需順勢跟出，便能喺直路透出。同場多匹對手排外檔，形勢造就咗佢嘅機會。第2名8號花好月形，布文接手係明顯嘅拼搏信號，雖然8檔稍差，但係騎師級數足以彌補。第3名11號紅前刀，潘頓騎12檔馬，往往能化腐朽為神奇，馬匹近況不俗，不可輕視。第4名1號三強，檔位唔錯，但實力未算突出，屬邊線分子。預測78111。第7場第1名2號禪聖輝煌，級制賽實力馬，抽得一檔對1800米賽事至關重要。基安擅長長途節奏，
4.5 倍賠率極具吸引力。第二名7號安裕谷草1800米係其首本路程，5檔不俗，田泰安騎呢類均速馬甚準。第三名3號智取神區，雖然檔位稍差，但潘頓壓陣且馬匹級數夠，有力爭勝。第四名4號喜連勇敢，排12檔且對手強勁，雖然布文策騎，但要克服外檔難度唔細。預測2、7、3、4。第8場第一名2號風雲武士2班1200米賽事一檔，優勢極大，市場忽略咗呢匹由布文策騎嘅實力馬，賠率嚴重被低估。第二名1號魔術控制，班底最高大負重磅135磅兼排6檔，贏面稍遜於一檔首選，故列為次選。第三名4號八進巨星，3檔起步前速飛快，若能單騎領放，在此跑道極具威脅。第四名3號小霸王，後勁強橫，但9檔被動，需視乎步速形勢。預測2、1、4、3。第9場第一名6號津智神近績強橫，上仗落敗屬意外，今仗潘頓接手擺明車馬要收復失地，賠率好分，非常直博。第二名5號川河洞區，典型嘅放頭馬抽到一檔，意味住可以毫無壓力地領放，係最佳配腳。第三名9號沙井之友，檔位有利，表現準成，可爭3甲。第四名2號安康萬里，雖然排12檔，但何澤堯對谷草賽道極其熟悉，加上馬匹有質素，呢賠率值得一試。預測6592。最後終極作戰表，先講全日重心。第5場6號勁沙塵，理由潘頓加3檔加近況，大勇連勝中，模型顯示其勝率超過40%，市場3.4倍，屬穩賺區間。跟住呢係超值博彩 value bet。第二場6號平海之星，一檔嘅優勢被市場忽視。第8場2號風雲武士，布文加一檔級數夠且分頭極佳。總結一句，重心照打，錯價揀位，其餘量力而為。記住，賽馬冇包贏，只做有優勢嘅決定。